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7月7日下晡新闻。咱来关心几项上要紧的新闻事件。咱看到讲高雄主管蚵仔寮渔港昨暗一个16岁少年家起耍水，煞去互大影夹去，到今也无消息。4天前，八仙乐园烧粉爆炸导火，敢若去办活动的公司头家人落狱，受害家属批评讲，检察官暗讹八仙乐园的头家。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上新的调查，讲幼稚园囡仔才9趴近视名。跳热才单开始，就有少年囡仔去耍水，耍甲发生防操犯的代志。高雄主管蚵仔寮渔港昨暗一个16岁生出来的少年家，无看讲这大家早就互市府公告讲是危险的海域，甲朋友烧招去耍水，结果煞去互大影夹去。警察、消防、甲海巡透暝拢出动，今日早起阁用无人飞机来斗找，总是到今还阁无消息。赶快回来！摕着佛珠一直念，少年的妈妈讲，叫囡仔就爱赶紧回来。我唔知影伊讲，因为伊早讲伊要跟朋友去凉亭仔开讲，所以我唔知伊走来吃。7月暗时，高雄主管蚵仔寮渔港一名打高中毕业、今年16岁的蔡姓少年渡水，警消第一时间出动，不过暗时看无介清楚，加上现场开始落雨，长工找4点钟了后结束行动。过工一透早，佮继续找，警消伫现场除了出动专车救生艇，佮再用无人机，但是海上伤过歹，只会当暂停这个无人机的找人工作，请海巡人员沿着步海边的肉粽角来找人。那今天早上也有针对这个无人机实施这个飞行。那目前因为海面跟这个风力的影响都非常的不佳，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早上无人机飞了2个航次，那救生艇也是两个这个船次。警消初步调查，长工蔡姓少年甲朋友大约有7个人做伙到海边啊，其中有4个人为肉粽角落去佚佗。形容这个少年互大影赶走，虽然第一时间因去找人救人，也是找袂到。不过海巡表示，目前水底能见度较歹，无法度找人潜入去水内底找，只要确定水下的状况好，就会加派人力，无成是先伫海面上来找。记者王柳婷并交款高雄报道。过来看4天前，八仙乐园发生烧粉爆炸迄款案件，干那去水场地主办活动，这间公司的负责人落岗尔。那八仙乐园的董事长甲总经理顶日士林地检署第3摆判决讲不起诉，一寡爆炸的受害者因家属就真不满咯，赶紧咧向高检署申请再议，嘛质问讲检察官今日为高平伫咧暗讹八仙乐园的头家人。香港头前烧烫伤的空喙还搁伫治疗，警察头阁有放水球来增加皮肤生长的面积。八仙镇暴过4年啊，受害者陈小姐如今阁继续伫拍拼，出入开刀房，面对中间这条阁真遥远的路。我女儿是花莲的那个，之前你们报了斗5千金啊，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就业问题，常常需要重建，一重建下去至少都是1个礼拜，没有一个公司想请这种小孩子。受害者的家属阁一摆集合，是因为不满八仙乐园董事长毕婷，还有总经理陈慧英，最近第3届得到士林地检署无起诉的处分。啊，不过因甲律师拢认为，迄当阵彩色 party 的宣传拢是使用八仙乐园的商标。被害者买票入场嘛是信任这个品牌，啊，不过最后干那 party 的负责人吕中杰来封关，互因感觉无法度接受，所以早起嘛第3届向高检署申请再议。所有的宣传、所有的广告、所有的网站、所有的网页，都是这样的派对是可以使用八仙的商标，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八仙乐园公司却不需要负法律上的责任。八仙的关系人不起诉处分我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折腾4年了。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我不知道还要被折腾多久。律师表示，士林地检署的无起诉处分书面顶有讲，迄当阵舞台设伫咧落落去的水窟啊，有色的粉卡会卡掉咧，所以造成尘爆了后烧搁较猛。提供所在八仙乐园嘛有责任，其他高检署甲本案决定去士林地检署继续侦查。士林地检署嘛回应讲，尊重家属申请再议，啊，毋过检察官照证据来办案，无偏心任何一边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嘛，互人真操心八百的中营罢工总是落幕咯。不过这回罢工
影响着1439飞机抓，拢总有28万名的人客有去误着。中央是讲已经开始伫咧赔偿咯，飞轮机帮超过6点钟去误着，这大交通影响会大。不过，结果是负责甲250块美金。总是消费者基金会今日出来讲，现时也有几百通的电话去甲因申诉，都讲中营都还未参与理咧。中营航空罢工17天，顶礼拜六正式结束，不过事后赔偿才拄要开始。消基会表示，最近接到上百通申诉电话，拢是关于中营理赔问题，到即卖也未收到赔偿金额。中营表示，已经启动赔偿机制，最近就要发放赔偿金。我们在办公期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过了嘛，就是250块为限，那你要付一些凭据嘛，好，那另外那个旅行社的部分的话，我们也已经有达成协议了嘛，就是请他们留下单据。中营表示，只要航班延误超过6点钟以上，将会提供延误期间所产生的必要的食和大以及交通等费用，会依照旅客提供相关的单据来核发，补偿上限250美金。不过，消基会表示，后面飞返来台北的航班应该要比照后面已有26的条款，依照规定，只要航班对后面地区飞往全球各地，遇到罢工的事件，都会当使用该条款。中营有4个航线使用，包括 Paris、Vienna、London、Amsterdam 飞往台北，因为飞行距离超过3500公里，会当要求航空公司赔偿600欧元，以及必要食很大的费用。没有经过合法罢工的，他宣布突然罢工，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航空公司都要负责任。他的一个赔偿基本上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大概他的一个赔偿金额大概250、400或者是所谓的600欧元。那现在目前，假如说个人票再加上去的话，整个代垫款的部分，我跟你讲会不会超过20亿，我都不晓得。另外，消基会强调讲，依照各国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不得记载的事项，团客会当向旅行社业者求偿。但是强调讲，旅行社并不是最后赔偿的负责人，只是有连带法律的关系。但是旅行社强调，除非中营无要理赔，目前中营已经启动理赔，消费者应该直接甲中营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昨下晡香港、九龙。九龙只有23万人，佮行上街头咧拼反送中，过卡身啊，佮有真青人唔愿煞，就安尼去到网港弥敦道、旺角弥敦道去抓，继续占领的行动。到甲11点，警方开始清场，双方面下来杀去，上无已经有6个人去互抓起来侦办。警察用警棍拍人，出手不正当，并将少用雨伞来做盾牌，有人被拍甲徛袂起来，现场已经失去控制。这个案11点半，警方甲示威民众伫咧香港旺角发生冲突，至少6个人被逮捕，罪名包括涉嫌攻击警察、妨碍群舞、阻碍道路。抗议民众透早1点半开始慢慢离开，本来封起来路也恢复通车。They don't respond to what the people needs. They don't respond to what the people angry about. So that's why Hong Kong citizens feel like hopeless. 港府发言人伫透早表示，对伫旺角发生的冲突感到遗憾，讲香港人民会当表达意见，严格爱守法。这个这场反送中游行由网友发动，第一边甲建线寄到九龙区，而且一经陆续较侪九龙区广东道来办，希望被封锁所剩的中国民众会当了解香港正直咧发生的抗争运动。因为人数超过5期，游行提前半点钟开始，下到3点半自尖沙咀文化中心出发，终点站是附近的高速铁路西九龙站。游行发起人宣布有23万人参加，警方统计数字是5万6。游行伫咧昨晚7点结束，不过真侪民众无离开，转到旺角。昨晚10点半，甲警方发生冲突，一直到今仔透3点半才被警方强制清场。香港反送中遍地开花，只要港府一天无撤回逃犯条例，香港人就会继续示威抗争。所来14、21，伫咧香港新界沙田区甲将军路拢有大游行。记者综合报道。接来，咱来讲2条甲教育有牵连的新闻。云林古坑一间樟湖生态国中小学8月开始就要改做公办民营。县政府伫咧7月发布上尾的官牌校长，无疑我讲这个校长初8
来服务40外档，60外岁才考调校长的陈作成。这几档因为婚姻关系，国中校长退休人数真少，拢无出缺。今年8月，中澳国中小将要改公办民营，婚姻关系府最近派人伊做新校长，但是7月7日就职，31就改龄退休，任期只敢短20外天，引发争议。他如果说来当1年，可能大部分人会接受，但是下一个学年度就是公办的意义。我这3个礼拜一定要尽力。 让我们这个学校的最重要任务是转型为公办民营，让大家跟大家一起打拼。婚姻关系府教育处表示，新校长派人有经过召开校长遴选委员会，整个程序拢有依照规定办理。也强调年金改革了后，校长退休了后的主管加级，并无并伫咧退休金做伙计算，只是帮一位教育老兵原校长帮。因为现在新的年金改革，他把主管加级的部分通通拿掉了啊。 所以，他整个退休金的计算都是以本俸来做一个基准。所以，既然这个没有增加他的退休金，也没有提升他的等级完全都没有那所以其实纯粹只是圆了他校长的梦想而已。 婚姻关教育处表示，高溪中澳国中小学将要伫8月7日改由教育基金会公办民营，也强调这段期间被影响到学校的运作。目前校内通过人次都分40合格的校用校长，国中各有7位，国小有18位。按过派任新校长短20外天就退休，有民众认为虽然听书合法，但是这款的做法有社会观感无好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 是讲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这边面都有真侪职员本来想要做甲退休的心愿，所学校来拍破。因为文化大学顶日讲学校行了伤过头，做一摆裁员50名。今日早起其中就有一寡即回学校遣散的员工去到教育部，批评讲学校这是掠话做理由，因为这1年当学校阁申请80个日来，阁有去用裁员的内底有3个是工会干部。 现不现就是专工掠固定人出来抬头。高层互动，高层互动，才是员工。也着看帮批评学校大量解雇员工，打压工会进行。向来都是终身学习界领头羊，为什么我们1年之内变成要惨亏5亿啊？我们这一批10个被他资遣的员工，还有很多都是非法资遣的案例。 那在绩效考核的内容上面来讲，算是中上。那所以说是在一种完全没有约谈，那就是突然收到了这个。伫顶礼拜文化大厦发生，因为财务恐惊出现巨额亏损，被大量资遣推广教育部的员工。背后早起被资遣的员工加工会干部到教育部抗议，表示学校担心巨额亏损。 不过，去年7月开始，离退100外人，所以个新聘请80外人，哪有业务减少？过来看，伫最近2年的财报，人事费用减少45%，不过退休护士只敢减少1%，数字是倒背下。这个5.24亿本身是浮编的，另外一个层面代表是什么？代表是依法应该提拨给员工的所谓退休抚恤的支出，就是严重短少。如果学校真的在财务上真的有不法的情形是可以依私校法的规定来扣减招生名额或扣奖补助款的这个惩处的规定。教育部指出，会请劳动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只有财务方面若是有违法，也依照私校法来处理。文化大学是前一天发文讲，并无打压工会。 只有资遣的工会干部是因为这个单位并无设置的必要，才安尼处理。而针对学校传出的掏空案件，也请检调单位赶紧处理调查。一直到8号中昼为止，学校并无新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当年那个休寒休热，真侪学生囡仔近视拢加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讲，读幼儿园大班的囡仔近视的比例一班是超9%。 毋过来到小学1年煞加定倍，变做讲5个都有一个近视呢。读来到高中3年的时，一班内底竟然有9成人挂目镜。提醒许大人，就要接带囡仔出去公园行踏，因为近视就要预防大生。
国中2年的儿童学对小学2年就开始禁食，迄当阵只有100外度。来升国中1年，逐工耍手机至少1点半钟，禁食的度数飙升到700外度。顶个月底，伊发现视力变模糊，去看医生才发现原来是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剥离，赶紧开刀，才避免视力继续恶化。小朋友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休闲娱乐或是同学一些的交流，所以他还是以3C 的产品为主。那造成说他每年会有将近100度的左右的视力的加深的部分。学生囡仔近视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发现，幼稚园大班近视的盛行率达到9%，到国小1年，学生囡仔近视率增加2倍，升悬到19.8%，也就是平均每10个人就有2个人近视。到高3，国家将近每10个人就有9个人是近视。医师警告，超过500度高度近视容易产生青光眼、视网膜剥离，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等等，有一些患者会造成痴迷。不过，上新的研究发现，每2礼拜若是增加1点钟的户外活动，就会当有效降低2%近视的风险。是太阳光哈，它的光谱比较均匀的这种光线呢，就可以去让眼球的这个视网膜产生多巴胺，那它就会把眼球拉住，就比较不会一直往后去延展。医师提醒，每年休寒休热是学生囡仔近视的高峰期，建议家长加带囡仔去户外活动，唔来当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目睭，卖当增加亲子互动。若是有影要使用手机建议每半点钟爱休困10分钟。2岁以下的细汉囡仔应该避免看荧幕，才会当离开恶视力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幼囡仔较接触来互日头晒咧，较会预防近视。毋过旧年寒天无啥寒着。煞拄好助产红龙果，这有人讲叫做火龙果产量大增加。毋过市场的拍卖价数愈发愈低，真侪做事人在咧烦恼讲价钱惊会崩。是讲花莲玉里高寮遮的农民因种有机的，用无共款的品质，要来甲价钱摊互调。花莲玉里镇的高寮火龙果生产区，则因为连续高温，互火龙果发酵特别好，每一粒当拢卖1斤。毋过火龙果若是大出，价钱就会落。农民烦恼讲会败价，去年1公斤果20外块，今嘛降到19块。今年火龙果还没开始采收市场上已经在谣传说今年火龙果会崩盘。目前就是那个红肉的，就是我们量太多，所以价钱会比较低。为着要甲市场其他火龙果有差别，高寮地区的农民特别强调讲是有机栽培，因为无使用农药，所以花开了后，逐工透早拢爱来巡。若是发现花萎去了，就要随套网避免虫来咬。采完之后大概4天或5天的话，这个花苞要采掉，采掉之后就套网子，套完之后它才会转色，转色才会漂亮。高寮地区即马种火龙果的面积超有30公顷，目前干那10公顷维持有机栽种。这寡品质好的火龙果，若是无想要败价，就必须甲市场其他地区的火龙果修成时间做调整。调节红龙果的出货，在这个时候节庆之前，它的产量比较高。那节庆之后呢，市场需求比较低，我就可以避开那个地方的产量，我就可以让它适当的缩减。另外，高寮地区的农民已经研发相式火龙果，预计7月份就市1公斤的价钱会使达到60块。希望讲会当替农民佮创一个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大代志，国民党总统初选电话民意调查仍然要开始。不过参选人郭台铭一透早火气就倒，人咧问起讲敢有影伊唔愿签迄张互相约束的甘愿字。郭台铭讲，党中央规气趁这2天招证人。做伙签的较有影，卖拢逐项要赖伊。另外，参选人朱立伦这边是甲杜讲，袂用因为你是政治的新人，就唔甲人照规矩签字。阁有要安怎样改善囡仔生少的政策，大家也免会，规气咱2个当面来会一下。通通不知道，所以我就跟杨秋兴完全划清界限。我说你也不要来找我。像广播节目接受专访，陈定清甲杨秋兴无关系。前红海董事长郭台铭为清界线，讲最近杨秋兴批评韩国瑜甲伊无关系，顶多是针对外界质疑伊未签党内初选公约，火气真大。伊强调，家己一直拢讲要签，党中央就要讲好清楚，找大家做阵签，那无就是该陷害。我现在呼吁这个国民党，你赶快弄一个版，大家在这个时候，在今天、明天还来得及，大家一起签。
那如果说那个国民党有什么顾虑，他不能签，你国民党要说明清楚，不然陷于我不义，我要不要脱党参选？这话就是说，你应该问国民党，国民党应该出来领导团结，领导胜利。那国民党都不作为，这一点我要问钟永权副主席，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外界讲，国民党拢得改斗3天，郭台铭也反驳，讲脱党参选是假议题，伊批评党中央无作为。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甲郭台铭袂合，伫初选公约这部分认为，袂当因为郭台铭是政治素人就无守规范，也伫咧少子化政策继续呛声，叫伊唔通阁再黑白讲。但是我必须要跟郭董讲，从政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不能因为自己是政治素人就不守这个规范。我们可以就政策来讨论，但是不要再瞎掰，不要再鬼扯。朱立伦强调，家己是上党会调检检，民进党上惊的连选。而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咧7号暗是甲立委柯秀华开直播，讲政见也进行民调教学，要发有意支持。伫咧8号暗进行民调开始进行，全力冲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换看台北市长郭文铁以及个幕僚或者李进英，昨伫咧网络发表文章，呼吁大家若接到国民党民调的电话，就爱支持郭台铭，唔通去经韩国瑜。郭文铁是讲李进英的文章要打出来进前，是有先甲伊研一下。伊的下骹手，有的是亲拿的，有的是挺亲绿的。少年人拢是关心国家，才会发表这个意见。实际这也毋是伊瓜某人特别做啥人的事，才来放风声。将各种式的球倒入去，代表台北 MPO 自动正式启用。这过去是无咧使用的教师宿舍，伫正式启用了后，会提供予 MPO 团体多元使用。不过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册被正式展开，台北市长郭文铁的幕僚李进英刷伫网络顶面发文，呼吁大家爱挺过反韩，引起是毋是影响国民党初选的讨论？对这点，郭文铁表示，李进英伫发文进前有先甲伊报备。从深蓝到深绿的都有的，那是一个蛮多元的团队的，所以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我也不能说，也不能去勾他，你不能发表意见。每个人都有他的出身背景，有他的朋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管那么多。他事先是有跟我讲的。郭文铁嘛好认，李进英的发文是为着要带风向，强调通常拢是因别人带风向，毋是主动去带风向。佮口说讲，应该是伊的爸爸前立委李嘉诚和郭台铭较好。想想看哦，每个党都在干扰另外一个党的选举，他这个纯粹为了那个他自己的党的胜算在考量，在操作。其实有时候应该比较正确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希望每个党的候选人都是对台湾将来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是最好的。对郭文铁进前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结义见面的面册直播风波，所传出包括李进英等等至少10名幕僚和官员，事情都已经知影要直播，只有郭文铁无被通知。郭文铁表示，这件代志爱写报告检讨，伊袂做处罚，因为因已经有互伊骂，都已经是处罚，而且认为彼此的善意交流无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知影讲，民进党这边总统初选是较早断落，蔡英文总统这当阵开始拍拼咧整合党内。今日伊来到新北市议会，甲立军的议员做伙食便当，这议员大家手机啊拿出来，拢甲总统加互共一组。后摆若有啥物款的意见，就挺好直接传甲总统府去。蔡总统嘛提起讲，国民党内要选总统的韩国瑜啦、郭台铭啦，点讲吼，实在是因伫咧惊伊较有影。伫新北市议会门口口，甲民进党议员来翕相，总统蔡英文背后甲议员来开会，要继续进行着党内整合，要对中央的民意代表扩大到地方的民意代表。我们所有的议员我们都会找机会坐下来谈一谈，更进一步、更深入的了解基层的民意。透过这个基层的交流跟互动，我想可以让中央的更多的政策美意可以更具体的落实在民间。那是见面听到地方的声音，立营议员更加创造通信软体群组，邀请蔡英文竞选团队来加入，会使直接反映到民意。
总统蔡英文就要出访，即号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一度想要送着有国旗的帽啊，予蔡英文出访的时阵会使戴。蔡英文是讲出访有一定的规定，毋是每一个场合拢适合戴帽啊。面对着那样的情况，蔡英文嘛做好准备。总统不愿意戴吗？郭董就是郭董，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他的方法来做。他昨天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出拳在造势了哈。那其实总统出访都有总统出访的一定的这个规格啊，跟一定的作为。我没有怕谁的问题啊，我倒是觉得他们都很怕我。2020总统大位的决心。记者欧文良、吴家宝新北市报道。来看运动大车拼，2019年拿破里世界大学运。Back home, he was part of a film. 决赛最后一位出场，阿妈王子李志凯再度提出上高的汤马斯回旋。规场比赛稳定发挥，用精彩表现得到裁判认同。李志凯完美落地了，举着双手，现场的观众也用热烈的鼓声来欢呼。边爱教练李国生也欢喜甲华彩，最后李志凯得到15.400分，得到金牌。伫单杠表现高超的技术，来自大师大的选手董家宏，伫单杠决赛排伫咧第7位出场。虽然前一位俄罗斯的选手摕到14.60分的冠军，不过并无予伊压力。董家宏稳定发挥，做出真侪高难度的动作。落地了，伊也双手替家己欢呼。最后以14.760分摕到金牌。看到分数了，伊欢喜甲华彩，甲教练击掌庆祝。体操队伫这届世大运摕到2金1银1铜，是队史上好成绩。身段优雅，出拳踢腿，配合化声，能够跆拳道偏赛选手苏家芬第2遍参加世大运，伫咧偏赛女子个人赛以总分6.99分摕到银牌，这是台湾今年世大运跆拳道第1面奖牌。苏家芬伫赛后讲，这将是伊大学最后一场比赛，也不会强调无要退休。Wang Xinghao, and he is the one who turns first ahead of Takeuchi. 男子游泳200公尺混合赛。伫咧卫冕下骹第一水道的台湾选手王新虎，第一抓特色游线暂时领先，不过勇士小可落后，被日本甲英国选手超前。所来瓦式王新虎油门飞落去，甲落来距离优化，最后50公尺的自由式，以全速的前进一直超车，以1分59秒87摕到铜牌，那创新全国纪录，也是台湾游泳史上第1面世大运的奖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站，大家嘛真注目的世界性的比赛，2019年世界杯女子骹球赛拄则落幕，美国2-0打败荷兰，摕到因这队有史以来第4遍的冠军。因为入门票卖了好，转播的收视率阁悬，各界嘛学了讲，今年度的世界杯女性骹球赛比较逐英年阁较成功咧。美国荷兰伫咧顶半场变手，下半场时阵第61分钟，美国队长梅根雷皮诺基发球成功破门，摕到1-0领先。第69分钟，美国中场罗斯拉维尔射门，搁再入一球，最后美国2-0打败荷兰，接下2连败，收入队史第4座世界杯冠军。这边的女子骹球世界杯被认为是举办以来上成功的一遍。57,900 to be exact, turned up at the Groupama Stadium for this final. There were about 20,000 American, 5,000 Dutch, and thousands more coming just to see good football. And we saw plenty of other games being played in front of a sold-out crowd, so the attendance was incredible. There's 6.5 million people in France tuning in to watch the semi-final between the US and England. That's nearly 3 times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tuned in to watch the final of the Men's Champions League. So it gives you an idea of how big of a popular success this World Cup has been. 根据报道，美国球迷无论是亲自到场，也是用影音平台，拢未放过任何一场美国队的比赛。Once Rapinoe got to take that PK and started off, you could tell that the women smelled blood, and they just attack. As a mom, to have these kind of girls as role models for my daughter, incredible. 美国总统川普伫咧推特恭喜这场选手，我录因这场伟大而且振奋人心的比赛。赛事进前，人伫咧法国比赛，雷皮诺伊甲川普是伫咧互相呛声，因为国外事件被川普批评无适当。
并且讲，就算是摕到冠军，也未受邀请去北京。就川普时回讲，无论是毋是摕冠军，拢会发出邀请函。也毋过，李平欢喜先摕到冠军，才讲话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高雄北五大楼君鸿酒店，因为用不动产做担保，互拍卖，今日拍卖款的实行分配。君鸿酒店啊，头一遍出面来回应，讲吼，若大暝因会经营到9月底，餐厅也会经营到7月底。连物仔嘛去到法院争取暂安执行，佮主张讲员工应该要有优先分配权，梦讲会当吼争取到遣散费呗。君鸿酒店顶礼拜传出，因为互拍卖真紧就要停业，并且会伫8号分配拍卖款。董事长张庆辉早起带领员工甲律师出面，申请饭店暂时也未互点交，卖帮员工对拍卖款争取优先分配主遣费。今天是分配款的日子，我们必须要帮员工去争取，而且是依法。我们有600个员工，代表600个家庭。君鸿澄清，拍卖案甲进前的经营者郑文聪小祥的幸福人寿掏空案无关系，是进前的经营团队曾经用饭店不动产担保郑文聪1笔2.9亿美金的效，并且拍卖是卖掉饭店的不动产，经营权并无做伙买，等于1.9亿后饭店只好关门。总裁说他其实没有取得经营权，那这是一个重点。那这个钱，这个他买这个酒店的那个现金，目前在法院。这一笔钱一旦汇出海外了，这一笔钱就没有了。因为君鸿员工也未提出优先赔偿款的申请，记者会以后，君鸿律师郑龙法院希望争取暂停执行。对此法院表示，下晡才会使确定是毋是成立，但是一切无改变。君鸿的房间敢若经营到9月底，餐厅到7月底，押金甲餐券拢会使退费，也是专用。记者杨全国电视台报道。咱来看新德县德北公明1路只有一位公园。8月要开始弄地下室，要起做地下2站的停车场。不过公园内这200多丛的树啊，当是要何去何从？保护树木的团体就烦恼讲，县政府有讲要开个刷去德东生态公园啦。不过吼，迄位的经费都真有限，今日有头无尾，刷去遐咧等要练哦。民众真悠哉伫公园啊运动，佮有家长带囡仔来遮佚佗。新德县德北市一个儿童公园，按算伫8月开工进行停车场改建计划，但是目前公园啊内面有种上100丛树啊，县政府议定要将这树啊徙栽去德东生态公园。保护树团体烦恼讲，这树啊未来恐惊是向导减少。建议能争取原地保留为最大原则。那你非必要会有一些动道的工程，那就是就近来好好的移植。我认为是不要了，因为竹北的休闲地方真的很少。这边有树的话，就会听到一些虫的叫声。可是如果没有树的话，就感觉有点凄凉。县政府表示，市周边50丛树啊，将会现地保留。施工的期间，差不多有180丛树啊，会配合树种适合徙栽的季节，规划徙去德东生态公园。到时阵卖签订徙栽报告期，提关准活率。我们移树大概183棵，那我们知道数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树种，大概有要求承包商做及时的断根，然后可能做未来移植过去也有养护期，要保护一段时间。那我们希望它做好了照护的作用，我们也会不定期来做抽查。若是公园内面有一座真受到小朋友喜欢的多功能游乐设施，卖因为工程的关系拍掉，互人真唔甘。县政府表示，工程完工了后，将会恢复做公园啊，另外卖设出流动和其他的设施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有影真热，招观众朋友咱来看人食冰挤喙焦。云林有一个本地是学化工的陈志良先生，伊利用在地云林出产的果子做出纯天然的鸡仔冰，望讲互消费者食到健康的好滋味，嘛互咱云林在地果子有无相共的新的发挥。这款色水丰富、五彩鸡仔冰是翕热热天大人囡仔上喜欢食的。这是用云林在地生产的果子所做的鸡仔冰，受到真侪人客喜爱和支持。而且因为这天然的鸡仔冰，无加香料和色素，让人愈食是愈爽脆。它吃起来很清香，然后夏天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消暑的冰品。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觉得它非常的天然，然后它的甜也不会非常的甜。
头家陈志亮原本是学化学工程，改道来做机仔兵，嘛因为现代人真注重食安问题，所以伊做兵的时就真看重人客的健康，佮深入去了解果子的产地和农民安怎种植。加任何这些的化学原物料、色素啊这些，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其实问号啦，我们也不知道好或坏。可是，在天然的东西，相信是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头家为着要互人客有更较侪的选择，研发真侪果子的口味，而且为着要互果子新鲜的滋味和色质呈现出来，佮落真侪苦心。头家是讲，伊希望用上在地的果子做上介天然的鸡仔饼，这就是伊和人无共款的所在。凤梨水果茶这一支，我们就加凤梨、金桔、柠檬、苹果、百香果，有一个前韵、中韵跟底韵，然后跟市场的其他的冰品来做一个区隔性。每一支鸡仔饼拢有无共款的故事伫内面，毋但有用心的农民，嘛有头家的坚持。头家佮讲，未来伊还会继续开发五谷菜色的口味，希望透过侪口味，会当甲婚林的农特产推销到同人知，嘛互更较侪人食到婚林出产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咱搁细翻头来看新竹市，日本时代到今，新竹国校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嘛是新竹市树仔上济的学校，今年举办头一遍的爬树仔的活动，邀请专业的教练来带幼囡仔伫安全的环境下底豆豆啊对树仔顶爬起来，讲训练学生的胆量真有效。学生囡仔甲安全帽戴好好，甲手套挂好好，专业教练协助学生囡仔准备好势了后，用绳仔伫安全的环境一步一步爬起伫树顶。体验的同学讲，感觉真像咧坐摩天轮，嘛感觉家己就亲像心灵的泰山同款。就是悬空，感觉就是怪怪的，就很像在坐摩天轮，然后但是你没有椅子，然后就是一个浮空的感觉，很像有点像泰山啦，但是就是很近。有上百年历史的新竹国小是全新竹市树仔上济的学校，学校甲同济会利用学校的老树仔办第一摆的攀树活动，甲爬树仔无共款，攀树有专业的教练做伙，邀请学生伫安全的环境甲挑战家己。因为是新竹市历史最悠久的学校。我们的树也是新竹市国小、中小里面最多的。那我们是认为，透过孩子亲身的体验，他才能够感受到树，它的伟大。学校甲团体做伙合作，甲课本内底无的知识教予学生，透过攀树活动，唔仅让学生学会晓勇敢，嘛训练身体，互家己的国小生活有好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教学生囡仔爬树，咱嘛着爱教学生囡仔学讲台湾话。即当阵国情要甲你讲，互你参考，就是台湾话按1小甲10，1、2、3、4、5、6、7、8、9、10，这拢总每一字将近拢有2个音。若有用，40秒招我，国情讲一个短短的爱情故事。这戏剧毋是考出的，40秒就好，你加10秒啊！讲咱伫12路口相会，迄年你19岁，上车了后，咱去加95的排列的人真济，车驶去到八卦山，咱叫8粒肉丸，大家食甲开心花。我讲咱是7世夫妻，6亲再来拍算无问题。迄当阵拄好6点55分，天顶出明月，过来换叫四神汤好气味。食3、4碗嘛无问题。我讲实在，我3生有幸，甲你2人有4配，我绝对无爱第2个。你嘛讲你一生只爱我一个，敢若头拄啊，这个爱情故事，国情已经将1甲10读册音甲白话音拢总讲完啊，将近20个音哦。无咱来甲回想一下，讲咱伫12路口相会，迄年你19岁，12路口的10甲19岁的10拄啊2个音。19岁甲95的，原来拄啊2个音。过来讲到8，八卦山顶叫8粒肉丸，8甲8原来2个音。敢若即个7，1小甲10拄啊，敢若即个7无分读册音甲白话音，敢若一音尔，或者7世夫妻在内。过来讲6，咱6亲无问题，啊6点55分，6甲6嘛2个音啊。啊，过来95的甲55分是毋是原来2个音？
过来讲四神汤，甲食3、4碗4甲4嘛2个音，啊三星有幸甲3、4碗3甲3嘛2个音，最后才讲2人有4配，吼，安尼我无爱第2个。啊，那你嘛保证讲一生只爱你一个？观众朋友，啊那安尼食，这2个音吼，到底用途伫当时？若报电话一律吼，拢用读册音。像讲你若要找国证啊，你电话卡来，我的分期是1686，这就是正读册音。啊若咧讲即个即马几点几分的时阵，这也真趣味哦。若咧讲几点，一律拢用讲话音。啊，若咧讲几分吼，1甲2用读册音。国正啊，你是咧讲啥？煞毋知影讲2点12分，哪会讲几点时阵讲2，啊讲12分的时阵讲2，就2点02分对呢？奇怪，敢若1甲2讲读册音，其他几分嘛拢讲白话音，啊几点嘛拢讲白话音，这吼咱平常拢会晓讲啦。毋过咧共教就无简单，咧共教就爱研究出即个道理。啊，咱连讲咱要教幼囡仔，嘛是爱照安尼甲教呢。按1小甲10 40秒的故事，我这吼家己编的，但是无版权。你尽量甲斗广告、斗宣传，望讲有一天写落去高中的课本，会当教咱这学生囡仔按1来读较杂，读册音甲讲话音拢会晓读，安尼国政就满意咯。赶紧过来看新闻，咱来讲阿公阿嬷的新闻。明日啊吼，咱这老大人嘛有机会去到小巨蛋去表演哦。婚林未了海丰社区来，互人选做是银发族大型舞台剧婚林区的代表。11月就要去小巨蛋表演节目，为着要演出互伊上界精彩，社区特别请老师替这阿公阿嬷训练体能，增加体力，互老大人大家吼体操做甲安尼欢头喜面。咱来看卖。小肌肉会连接到我们什么大肌群。体能老师向着老大人来解说讲，这手部要安怎来活动。因为连就要开始上课了，大家拢听个真认真。因为11月因就要到小巨蛋来表演舞台剧，所以即摆每礼拜5拢会进行着体能的课程。希望讲到时阵的表演会使得到大家肯定。滚开哦，金鸡舞，比下来，对健康真帮助。我来遮身体袂介下，啊来遮吼，身体加外用咧。啊，就算求趣味趣味，啊，佮运动咧，运动有够。未来乡海丰社区长期推动着老人课程是真成功。这一届嘛拍败了全国总共是有58个社区，入选着先甲百乐会大型老人舞台剧，到时阵将要到台北小巨蛋来做表演，真侪这长辈拢真欢喜。社区嘛特别安排了一寡训练。那我们就是根据那个导演跟总监给我们的建议，要训练这些长辈的体力。因为是舞台剧的表演，除了体力有要求之外，老师佫特别设计了练习笑容的课程，因为大声的笑，才会使将咱快乐的心情嘛传达给观众朋友。我是以玩的概念跟他们一起来做运动，那当然希望说这次他们的表演呢能够非常的生动自然，所以我还带着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说我要来训练他们的 smile。对阿公阿嬷来讲，活动带给的快乐是最主要期待。伊嘛拢真感谢老师认真的上课，大家做伙为着舞台剧来拍拼，嘛互因日子过较较有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关心老大人。即当阵台大病院分院为着要改善较调远的床头的医疗环境，按旧年开始推动阿波罗休斯顿计划，这是美国的太空的计划啦。什么意思？就是讲将台大病院分院当作是休斯顿的太空中心。遐经过网络伫空中服务遮的民众的医生，就那像是飞过宇宙的太空船阿波罗。有看到伊吗？有啊，有啦。这台就是会当提供着实性医疗服务的乐龄宝贝机，原来讲会使帮助老大人远端就近接受到医疗服务，佮会使年血压甲心肝体胆功能，非常方便简单。所有老大人拢真认真伫问着荧幕当中的护理师。那人要徛乌搭的里边，遐车多也唔敢去，有这台最方便的，有真理想的。拄啊，咱护士啊，直接参咱讲最好是最方便的。从这家己咧切吼咧量起来都拢好少体重
即嘛是拢较减落来啊。60宝贝机目前是以装伫各乡镇的关怀据点为主，由社区人员操作使用，然后根据检测结果来调整到课程的内容。比如是一周，然后每个长辈都做，它有一些身高、体重、体脂肪以外，还有肌耐力、手的那个肌力也有测。未了海丰社区嘛，对着今年4月份开始，甲明年配合记录社区长辈健康资料，然后去调整到课程，甲这中昼顿的菜式，照顾到老大人的健康。那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要引进一些因应的对策来改善他们的体能状况，促进他们的健康。云林县人口老化严重，老化程度是全国第2名，但是偏乡医疗资源是无够，长辈要看医生是相当困难。为了这个机器，民医甲社区做了连接，会使做好到偏乡医疗。相信未来一定会使有每一个老大人拢得到真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乡村尽一点心，确实互人钦服。咱中华新港遮有一个乒乓草儿童剧团，毋若讲表演互囡仔看。嘛来教新港的这幼囡仔学安怎样表演，实在是真无简单。是小老鼠啊！你去哪里做的？好厉害！舞台顶的囡仔表演甲真认真，台下的小朋友嘛看了真入迷。这是中华新港乒乓草囡仔剧团的表演，毋若表演互囡仔看，嘛要教新港的囡仔来学表演。然后慢慢，我们也会改编一些童话故事，然后从童话故事当中截取一些议题，我们就做了一个多元化的剧，叫做《新人鱼传说》。那另外一部分就会来自于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命故事，也就是我们有做社区剧场。为着要让偏乡的囡仔会当有机会来接触艺文活动，团长郭月美10年前就伫新港成立中华第1个表演现代舞台剧的乒乓草剧团。那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也能够把这样的资源留在我们这个偏乡，然后让偏乡的小孩子也有机会踏进到剧场。要伫偏乡经营剧团无简单，早期敢来当伫家己厝内车库来排练。乒乓草囡仔剧团今年排练空间过关，毋但有排练教室、目色甲比吧台。乒乓草伫新港推设艺文，开设表演课程，要演出上在地社区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好幼囡仔伫在地发挥，咱南投埔里嘛真拍拼。埔里国校幼儿园的大班编一出平埔族家母的乡土剧，邀请捌经过迄站历史的阿公阿嬷来做观众，做伙来回想家母的人伫南投牛困山迄站的过程。囡仔这一段伫咧演埔里平埔族上有代表性的传奇故事《环保鬼》，毋但无惊人的感觉，颠倒互在座的阿公阿嬷感觉真趣味。囡仔演了是真好看啦，真古锥啊！看了心情真好无？有啊。也搁有平埔族甲哈母早期伫牛困山的生活状况，剧中出现袂少甲牛有关系的剧情，创作的灵感就是为埔里有牛的地名所来。探讨埔里的故事的时候呢，小朋友提出跟家长提出很多牛洞啊、牛眠里啊、牛相处这些点，然后我们就探究这些点的一个小故事，把这些故事编创成那个3层中牛与人的传说故事，想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在平埔族、格哈巫族那些的故事，让阿公阿嬷能看到我们自己创作的力量。看到甲哈母传统仪式内面上重要的唱哀演，真侪士大人是拢忍袂住，紧徛起来甲小朋友同齐唱。一幕一幕拢是映证甲哈母伫这片土地生活的场景。埔里国小幼稚园的小朋友演的，毋但是一出乡土戏剧，更加是当地族人实实在在的过去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中东的伊朗一国，因为着要甲美国近来真大的经济制裁对决，初七宣布讲国内咧提炼铀这款化学元素的时，会开始一步一步提炼搁较高咧。因为若炼到90%以上的铀，是会当当作核子武器的原料呢。美国总统川普就放调，警告因爱较注意咧。后面一寡国家是呼吁讲伊朗
爱甲美国坐落来好好会一下。伊朗今年5月份设定60天的期限，要求美国以外伊朗核主协议签约国找出对策，来保护伊朗经济免受美国制裁冲击。7月初6最后期限过啊，伊朗伫初7宣布要开始提悬浓缩铀的高度，超过2015年核协议所规范的3.67%。未来铀浓缩的高度会照实际需求。چند ساعت دیگه هم کارهای فنی به اتمام میرسه و فرایند غنیسازی بالای 3.67% شروع میشه. پیش بینی ما این هستش که فردا اول صبح وقتی که آژانس نمونه گیری میکنه ما3.67%浓缩铀敢若会当做发电的用途，伊朗表示可能会提悬到5%，来互布什尔核电厂用。这里90%以上核武原料层级的浓缩铀还阁有一地啊，毋过嘛已经引起国际关心。签订内容保证伊朗袂阁发展核武来外国际解除经济制裁。毋过美国川普总统2018年家己退出协议，重新对德黑兰政府实施制裁，造成外资离开、经济衰退，已经互美国伊朗的关系变甲真紧张。最近伊朗甲美国无人机拍落来，阁造成形势变歹。伫联合国要求之下，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会伫7月初10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日本有一个真出名的金鱼艺术展，7月初5开始伫东京展览。这个展览到今已经第13档咯，捌伫咧日本真侪大都市，搁意大利拢展览过。不过今年是上尾摆啊，主办单位功夫真拼，将历年来的代表作拢摊出来，互大家看。总是这规模也是有史以来上界大的一摆。伫眼前这个大型的水族箱内面，金鱼是密密。随着电火光一个变色，抬头一看，天崩桥金鱼，用镜面的反射效果，看起来就敢若是金鱼的万花筒。夏祭りとかで金魚を見るのとはまた違った光とか音楽とかいろんなアートが融合して芸術になっているのがなかなか他にはない空間なのですごくおすすめです。每年固定一个日本热天进行的金鱼艺术展，今年正历第13届。初5开始伫咧日本东京展出，不过今年将会是最后一遍，所以主办单位就展出2年来的高人气作品，差不多1万只金鱼以日本江户时代做主题。我看到被叫做“天井之鱼”的作品，就是开了5年的时间构思设计，灵感是来自江户时期的火野人，流行伫厝内天棚做一个水槽，一抬头就能看到金鱼。日本のその文化。その金魚というものや錦鯉というもの、こういうあんどんだとかその金魚鉢だとか、例えば全てのものがその日本の伝統的な工芸品、そういったものを一つモチーフにして作られていたりして、そういう素材もガラスからアクリルだとか、それで照明の演出、映像、音楽、そういったものと全て融合してますので、そのあたりを日本の文化というものと重ね合わせながら見ていただけたら楽しいと思います。无论是鱼缸的设计、装饰、布置，拢有正高的古早味。除了看金鱼，现场也有酒吧、商店、金鱼主题餐厅，也有日本传统的乐器三味线的表演。这边展览将会继续到9月底，预计将会有900万人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过小暑一日热3分，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赶紧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2度，上悬甲36度；中部上低30度，上悬嘛甲35度；南部上低28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4度。新闻最后，招你同齐来北美洲看轿车的比赛。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有当时啊，你要写一寡歌，你要写这土地的物件，你无用台语的时阵，你感觉用怪怪嘛。我用我的母语来创作是一个，我一世人感觉做了上对的物件。公司台语台